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乌龙隧道。乌龙隧道，乌龙隧道是咧形容人能言善道、长袖善舞、俊傲社会博心机，唔讲重点事实，杀责任讲白贼，甚至白白步你甲乌，死的嘛当工作外。像台面上有一寡政治人物，就俊傲乌龙隧道。台语专家尤聪林老师讲乌龙隧道的典故。以前有六兄弟啊，无啥才能，小少去做当机骗假，拄着信众问事，无才调回答，就隧道啊，踅过来踅过去，罔加线，编故事骗信众。啊，因为六兄弟啊皮肤真乌，伫隧道的时阵，就亲像骨头尾乌色的龙伫踅圆箍啊。尾啊代志出破，大家就讲因兄弟啊的行为是乌龙隧道。另外一位台语专家罗光成老师讲，乌龙隧道的乌龙就是乌龙啊，就是一种乌色的细丝啊，拢是用起来相搭。因咧搭的时阵，会伫岛啊踅来踅去，找机会来攻击对方。看出来的意思，就是咧形容人拢无将对着问题回答，啊乌白讲无责任。你敢看袂出来？伊就是咧乌龙隧道，毋是真心要甲你合作。啊，这位老兄哥伫咧社会走跳真久咯，一寡乌龙隧道的江湖手法，拢踅伊袂倒。今仔日的台语字乌龙隧道，实在真趣味。